作文變身大作戰，3招讓你從作文小白變高手。第1招，6何法探照燈。想像你是偵探，拿出6盞燈，把故事照清楚。第1盞燈何時什麼時候？第2盞燈何地在哪裏？第3盞燈何人有誰？第4盞燈何時發生什麼事？第5盞燈為什麼會這樣？第6盞燈如何感覺怎麼樣？偵探口訣：6盞燈，照，故事線索全找到。第2招，4段積木屋，把找到的線索用4塊積木蓋成房子。1樓開頭何時加何地加何人？2樓問題何事加為何？3樓解決何事誰來幫忙？4樓結尾如何結果加感覺。建築師口訣：1樓2樓3樓4樓，故事房子蓋得好。第3招五感超能力，請出你身上的5位小精靈，幫故事變精彩。眼睛精靈，看到什麼？顏色、樣子。耳朵精靈，聽到什麼？聲音、對話。手精靈，摸到什麼？冷熱、痛癢。鼻子精靈，聞到什麼？香味、臭味。心精靈，感覺什麼？開心、難過。超能力口訣：眼耳手鼻心。五感齊開作文金，實戰演練。3招合一打敗作文怪獸。主題：在操場摔倒了。第1招，打開6盞探照燈。何時？今天體育課。何地？學校操場。何人？我。美。老師。何事？我摔倒了，流血了。為何？跑太快，沒看到石頭。如何？很痛但很溫暖。第2招，蓋好4層積木屋。1樓，今天體育課，我和美在操場跑步。2樓，我跑太快，沒看到石頭。拼，摔倒了。3樓，美衝過來扶我，老師幫我擦藥。4樓，傷口不痛了，心裏暖暖的。第3招，啟動五感超能力，看到膝蓋紅的，流出血。聽到你沒事吧？加跑步聲咚，感覺藥水涼刺的，聞到藥水刺鼻味，心裏害怕溫暖。作文變身咒語6何探照燈，照。4段積木屋，蓋。五感超能力，開。作文小白變身成功，給小戰士的備忘錄寫作前念咒語，想故事。寫作時先蓋樓，再加料寫完後讀出來，收好記得。每個人都能成為作文高手，只要學會這3招，多練習幾次，你的作文一定會越來越棒。加油！